美国前国务卿庞培欧今日阴暗会来台湾访问，为了表达欢迎，台中有就这个里长萧兴凯特别伫台湾大道啊公园路口挂一个欢迎的看板，用英文写甲真大字，配合这个庞培欧的相片呢，真影目。果然连庞培欧本人都拢看到，佮将这个相片呢转发到推特顶，写讲感谢这个温暖的门口的飘起，嘛期待讲看到这个热爱自由的台湾人。 美国前国务卿庞培欧伫 Twitter po 一张台湾街路的相片，写到写这温暖的标志。伊和夫人苏珊真期待看到介意自由的台湾人。相片当中的地点就伫台中的台湾大道。美国前国务卿庞培欧预计3月2号来访台湾台中一位西区的里长萧兴凯，为了要欢迎他，在车水马龙的台湾大道上设了一个看板 ，Welcome Mr. Pompeo to Taiwan， 来欢迎他。这么大的英文字加上庞培欧的相片嘛，随引起话题。比较特别吧？对啊，因为平常没有看到类似的广告，外交的那种感觉吧。就是有朋自远方来，没什么感觉，也没有特别认识。庞培欧这摆要来台湾，接受总统蔡文颁的得奖大寿精神勋章，接到消息的在地里长随做欢迎的看板。我们台湾人过去接受他很多 相关挺台的言论，所以我们想说来表达欢迎之意。帆布因为厂商也还没来请款，其实我也不知道，所以就别提钱了吧。我们非常欢迎庞培欧先生来我们台中走走看看。里长强调，因为长期做这个看板，才会常常想到，嘛真惊喜庞培欧竟然会知，而且搁伫推特回应，伊讲希望庞培欧这抓会使来台中佚佗，看板嘛会保留到庞培欧离开台湾为止。想袂到这块台湾味的看板意外登上国际版面，嘛变做另类的国民外交。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轩。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